牛雜麵，今集帶大家整牛雜麵，歡迎嚟到微波爐視頻搜集呢就準備一啲牛肚、牛腩、牛筋、生薑、大葱、蒜、乾辣椒、八角、龜皮、花椒、鹽、料酒、醬油、青菜、手工拉麵。清洗牛雜，將牛雜、牛腩和埋牛筋用清水浸泡，反覆沖洗乾淨，將牛雜放入鍋中，大火加水，加入幾片生薑同埋一點料酒，煮沸後撈出，沖洗乾淨，喺鍋中加入適量嘅水，放入牛雜、生薑、葱段、乾辣椒、八角、龜皮同埋花椒，加入鹽同埋醬料，調入適量嘅料酒，蓋上鍋蓋，用小火慢慢煮熟1.5到2小時，直到牛雜熟軟為止。取出牛雜煮熟後，撈出鐵塊備用，湯可以保留用作湯底。喺另一個鍋入邊燒水，將麵條煮麵，將煮熟嘅麵條撈出，放入冷開水中沖涼，然後瀝乾。食麵條，將煮好嘅麵條放入碗中，將整好嘅牛雜放喺麵上邊，根據個人口味將純牛雜嘅湯倒喺麵條同埋牛雜上，可以加些青菜喺上邊，增添色彩同埋營養。根據個人口味，可以切一啲蔥花、香菜，淋上辣椒油，或者切一啲黑胡椒粉，享受美味嘅牛雜麵。大家請點讚關注。